哇，不是搞么子好吃的了？哎，娃姐，你这是怎么子了？啊？包一丁吧，我还以为你这个搞彩票的，烧丁板。包样丁吧，不是不烧焦口，小豆，小豆啊！我头一次看你干小豆的，不是啊？看看，哎，老板以为啊，我都闻到那个猪鼻味了。你看这肉香，肉香，我闻到猪鼻味了。所以我看起来我以为你搞么这个烤猪鼻的。但是我怎么感觉你在流口水？可能讲话的速度快了一点，然后口水。这叫做碳化，我这个做碳化更正，我天，我头一次，这没烟了。它是树的树木，它没冒烟嘛。太牛了你！闻到就知道了吧？跟平板是干烧一下，更有年代感的。你看那边嘎闻到了的，就知道了吧？对啊。